政策簡報組 PE55 職場性騷擾預告。根據統計咧，10個同事裏面最少有1個咧喺過去2年喺你嗰間公司裏面咧曾經遭受過性騷擾。呢個唔係估計，係平機會提供嘅數字。嗰啲受害人唔會開口嘅，因為佢知道開口冇用。15%嘅受害人會選擇正式舉報，因為佢哋計過數，個制度信唔過。2025年315單投訴，38% 升幅，有紀錄以嚟嘅最高。當局嘅回應呢，一個宣傳活動。如果你係 AO 考生、EO 考生，你必須要分析到位，唔係淨係背數字。你要識睇點解315宗投訴，點解30年嚟嘅法律只能夠換嚟一場宣傳活動。法律上面有分裂，合規裏面有真空，執法方面有癱瘓，呢3個係根本性嘅政策問題，係呢一 free 分析嘅核心。Policy Express PE55 職場性騷擾完整分析，國際先例，提供4個政策選項，持份者角力，面試論點大綱。你而家睇緊嘅係預告，完整版喺裏面成個 bundle等緊你。每個2禮拜1期，每一期都係呢一個深度。各位同學，準備係每個星期都要做嘅事，唔係考之前嗰2個禮拜。即刻上 www.iamriseable.com 訂閱我哋嘅 Policy Express bundle 啦，我哋入面見。